我好鍾意喺幼稚園嘅遊戲區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玩具。不過有時候一啲小朋友可能會行過嚟攞走我嘅玩具，我會感到嬲。當我覺得嬲嘅時候，我可以深呼吸，俾自己冷靜落嚟。我仲可以用語言話俾其他小朋友聽，請你俾返個玩具我。如果我講咗呢啲說話，但問題仲係冇解決，我可以去揾老師幫手，老師會聽我講嘢，並幫助我同其他小朋友解決問題。當我學會用語言表達自己，並學會冷靜嘅時候，我嘅朋友會更鍾意同我一齊玩，我亦都會感到更開心，因為大家都能夠互相尊重。當我下次遇到同樣嘅情況，我會 A 向同學大叫，打佢；B 先冷靜，跟住揾老師。小朋友，你會點樣選擇？